大家好，以下是香港的10大靚雞。1. 金牌燒鵝白切雞，連續多年的米芝蓮餐廳。這裡的白切雞雞肉鮮嫩多汁，肉質超靚，吃多了也不會覺得膩。2. Chatterbox Cafe 海南雞，作為海南雞飯始祖，雞肉香嫩，雞皮爽滑，搭配的油飯香而不膩。3. 上水金都海鮮酒家炸子雞，選用嫩雞，外皮炸至酥脆金黃，秘製醬料鹹甜平衡恰到好處，層次感十足。4. 劉家廚房煙燻雞，雞肉嫩滑，雞皮有濃濃的煙燻味，還伴有滷水香，雞皮下面的一層脂肪讓口感更柔韌。5. 雞公房豉油雞，醬汁是用新加坡黑醬油和本地醬丸頭抽調製，香香甜甜，很合廣東人口味。6. 素山雞飯文昌雞，用精心調配的香料製作，雞肉噴香，咬下去軟彈有力，油飯有濃郁的斑蘭味。7. 四季椰林椰子雞，選用海南文昌雞，山林放羊，肉質鮮嫩，在純椰子汁中燉煮，味道醇厚鮮美。8. 美味丸蝦醬炸蒜雞，蝦醬的鹹香與炸雞的酥脆相結合，鮮香四溢。9. 富佳胡椒雞，皮滑，胡椒味濃郁，雞肉飽含汁水。10. 鄧記口水雞，甄選嘉美雞，每日新鮮到港，肉質鮮嫩細膩，料汁麻辣鮮香，色香味俱全。以下是香港一些弱雞味道很棒的地方。Chatterbox Cafe， 來自新加坡文華大酒店，被譽為海南雞飯始祖，雞肉香嫩，雞皮爽滑，油飯香而不膩。素山雞飯，本地知名雞飯新貴，可選擇三黃雞或文昌雞，用精心調配的香料製作，雞肉噴香，咬下去軟彈有力，油飯有濃郁斑蘭味。君悅酒店咖啡廳，全港最貴的海南雞飯，但人氣高，特選三黃雞，口感超嫩滑，油飯用日本錦治米加雞湯和香料煮成。天天海南雞飯，新加坡三大雞飯的香港分號，雞皮爽薄，油飯色淺味足，辣醬很讚。金雞去骨海南雞專門店，是遊客西貢一日遊的必食店，上桌前已去骨，方便食用，油飯加葱提味，香氣濃郁。水門雞飯，高人氣泰式海南雞飯店鋪，選用本地雞製作，獨門蘸料是亮點，還能加雞雜，喝泰式奶茶。香港的雞備受稱讚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1. 優質食材，嚴格選雞品種，香港不少餐廳注重選用優質雞種，像三黃雞、文昌雞等。三黃雞肉質嫩滑，皮黃肉鮮；文昌雞皮薄滑爽，肉質肥美。先天條件為美味奠定基礎。把控雞肉來源，餐廳對雞肉來源嚴格把關，部分高檔餐廳會從特定產地直採新鮮雞肉，確保雞肉品質與新鮮度。比如從海南等地運來的新鮮文昌雞。2. 精湛烹飪技藝，傳統技法傳承，香港保留諸多經典烹雞技法，像白切雞，遵循傳統做法，以恰到好處的水溫浸泡，保證皮滑肉嫩，骨髓帶血，最大程度保留雞肉原汁原味。創新融合烹飪，廚師善於創新，將不同地域風味與本地特色結合。例如在炸子雞製作中，可能借鑑西方炸物技巧，讓外皮更酥脆，同時結合本地口味調配醬料，使炸子雞獨具風味。3. 特色調味，秘製醬料配方，香港餐廳有獨特醬料配方，豉油雞的醬油經精心調配，融合多種香料，使雞肉充分吸收，味道濃郁醇厚。巧妙香料運用，烹飪時巧妙使用香料，胡椒雞中胡椒的運用，不僅去腥增香，還賦予雞肉獨特風味，暖身又美味。4. 成熟餐飲市場，
激烈競爭催生品質提升。香港餐飲市場競爭激烈，餐廳為吸引顧客，在雞肉菜品上不斷提升品質，從食材選擇到烹飪細節都精益求精，促使整體水平提高。食客高要求推動進步，香港食客對美食有較高鑑賞力和要求，促使餐廳不斷改進烹雞工藝，以滿足食客味蕾，推動行業良性發展。多謝各位支持，請訂閱一下。